苏格兰台湾协会即摆替囡仔专门开发一种学台语的 App， 透过这插图、声音，还有游戏的互动方式，会当互囡仔哪算哪学，建立着自然的语感。因也希望讲呢，这台语会当成做囡仔开喙就会当讲的武器。古做插图配台语发音，囡仔爱经正确的语词，嘛有人挑战罗马拼音的关卡，大家算甲欢头喜面。这款专门为幼囡仔设计的学台语 App， 由苏格兰台湾协会会长 Jenny 出钱，找工程师来开发，要让囡仔对播音、注音先学起，兼配合插图声音，要豆豆建立囡仔的语感。这一说出来，家长囡仔反应拢真好。会使互咱教着足侪物件的，台语的符号。有图啊，嘛是有为迄个简单的开始。这个母音跟注音学了，阮就是用简单的插图来教一寡生活当中的一寡动物啊、食物啊，嘛是结合着咱进前有迄本幼囡仔的台语字。嘿，内底插图，安尼做伙来甲伊 online 安尼，真正是世界第一个互幼囡仔来学台语的 app。当文如讲，市面上多数的台语 app 拢是设计予大人用，对囡仔来讲较无互动性。这回特别针对囡仔来打造，要提升因的学习动机。新代台文系教授讲，学台语唔干那靠课本、声音、语气参语感，拢真重要。台语的书写吼，是伫台湾拢无互人重视的啊，啊，毋过其实这都重要。较细汉的幼囡仔拢会使来接触。啊嘛，足简单，安尼就去用这个 app， 安尼未来囡仔若会晓做，台语就变做较简单。苏格兰台湾协会会长表示，初期因会先开放予家长免费下载，未来 app 会阁增加多元的单元，结合歌曲甲影片，提供囡仔更加侪接触母语的机会。因嘛毋望囡仔哪算哪学，会当自然建立语感，嘛通成做家庭共学的工具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